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恐惊有淫乱的，有贪婪世俗的，亲像以扫的，伊因着一点仔食物，甲家己中主的名分卖了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6节。圣经伫希伯来书12章遮真严肃的警告咱：恐惊有淫乱的，有贪婪世俗的，亲像以扫的，伊因着一点仔食物，甲家己中主的名分卖了。会当讲无任何一边的交换，比以扫所做的搁较吃亏。伊因着一时仔久的邀饿、喙焦、肉体的需要，煞互家己身体发昏，竟然呢用着中主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。这看起来敢若亲像短暂的小代志，却带来了伊无度家己来估计的损失，并且也影响伊子孙后代的损失。总是以扫的故事，并不是单单是伊家己利益。圣经特别也提醒着信徒要小心贪婪世俗的危险。济少的时阵，人为着一点仔眼前的好处，一时的情欲的满足，短暂的利益，就轻忽了神的应许，放杀了属灵、属天、属天顶福分，甚至呢，把永生的荣耀放伫边。这不只是价值的错乱，更加是属灵生命危机。罪恶、情欲、迷惑，甲物质的引诱，确实有真大的吸引力，但遐拢是暂时的。以扫后来伊真反悔，伫遐咧哭，切心追求伊老爸的祝福，却已经袂赴啊！这正是圣经甲咱这基督徒真严重的警告。有一寡选择一旦做出，就无度挽回了。一碗红豆汤，何等的短暂，如果是无真大价值的食物，中主的名分却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宝贵。圣经提到，伫天顶有主大囝的会所所共住的总会，迄就是属咱真神儿女的荣耀地位。失去大囝的名分，不只是地上的损失，更加是关系到天顶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产业的福分。安尼的损失，搁再无比伊搁较大了。世界甲中间的情欲，拢将要过去，连满足过情欲肉体，也落尾拢归入尘土。若是为了这短暂的肉体的需要，来丧失了永恒的灵魂，迄是上无价值的交换。亲爱朋友，趁着今日还阁会赴，趁着心还阁未足光呢，趁着阴天门犹原还阁开，互咱会当得到警醒，毋通为了一点仔食物，失去了属天顶的名分，甲永恒的荣耀。恐惊有淫乱的，有贪婪世俗的，有亲像以扫的，因为伊一点仔食物，甲家己中主的名分卖了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6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